拄啊，阿林有讲着一寡较细节的分享，然后我想要请教李太太，你是安怎愿意来分享你的感受？应该是讲，你哪有这个勇气？啊，你有想过恁爸爸即马伫咧倒位无？敢讲伊是安尼甲人掠走的吗？你好，感谢恁今仔日来遮做分享吼。啊，等下咱讨论的问题，原则上电话内底拢讲过啊。差不多搁半点钟就会开放入去，啊，恁两个遮等一下，有啥物需要拢会当甲工作人员讲。感谢。你汗毛秋天啊，这个当兵生，啊对咯，精力较有诶无诶啊，做伙去啊，啊是吼，饭煮煮诶，食食就好啊。对啦，啊最主要吼，也是大家拢有团圆嘛。是啊，咱遐尔啊高，啊买遐尔啊济哦，对啊，等你若要甲囡仔做伙带转啊。啊带囡仔去佚佗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我今仔日摕来表，拢是准备好。安尼嘛是算真有心啊。即摆囡仔吼，拢叫袂行啦。啊，都拢大种啊，咱叫紧张啊。屏东县芳寮乡公所顾问李梦居8月18号到香港，20号却突然失去音讯。中国国台办11号证实，李梦居正在中国接受审查，但涉及的罪名以及拘禁地点没有进一步说明。陆委会表达强烈遗憾，强调曾经3度向中国相关部门询问，但中国都没有对我方和家属通报说明，严正呼吁中国应该就本案妥善处理。总统府也声明表示高度关切，会以确保李梦居人身安全以及相关权益为最高原则，投入各项必要协助。你又过来啊？啊，这上无爱凊彩乖乖嘛爱3、5年啊。好啊啦，来啦，遥控器由我啦。迄讲啊吼，因老爸老母吼，啊是运气较歹啊，啊早早就走啊。讲啊吼，是我安尼伊细汉伫遐带到大汉的。好啦，知啦。小姐啊，啊你敢会阁去看讲？阿公唔知影。等伊出来吼，叫伊莫搁再想空啊啦。啊，教册哦，就专心啊落去教册，搁去出遐代志是要创啥？好好啊做伊的工课，甲厝内某仔囝顾好较重要啦。啊，你讲过遐是要创啊？玉晶啊，
网络上也有人自称是李梦居朋友。你真正有够搞味呢！李梦居从香港寄到深圳农山谈生意，中午两个人在福田碰面用餐，上午李自行搭计程车去买电池。20号上午还曾经以微信群。伊若无做毋对代志，哪会去互掠？靠腰啊，啉茶啦。讲了就。18号到香港，是因为好奇外出看访送中的情况，最后和他联络，同样是在20号上午。遇到这样的事情。高姐，这我来就好啊啦。我想来互你洗啦。莫插你啦，无代志啦。这毋知在厝毋是爸爸。我知影。有啥物你无爱甲主要讲，我去甲伊讲。你都讲去睡身躯，我知影爸爸无做毋对代志，我甲你讲的话，你嘛会记的。好啦，赶紧睡身躯啦，明仔载就有我补习的哈。迄个访问，你敢真正无爱去？为什么？咱敢每一天要遮好好等爸爸回来就好。你若爸爸已经有愈来愈多人互掠去啊。
李冠明，你无去补习，你走去倒位？我去看诊了。后盖袂使去啊？为什么？还是爸爸伫个，一定会我去。啊，你有想过恁爸爸即马伫个倒位无？敢讲伊是安尼甲用掠走的吗？我只是无希望阁有任何意外发生。我无爱你，你嘛甲恁爸爸共款。因为我会惊，我足惊即款代志阁发生伫咱兜，你知无？到底要惊啥？敢阮即几年你过了足欢喜的，恁爸爸无伫，你拢无要紧是？我就无欢喜啊。毋过，爸爸就拢讲，咱嘛共款啊。妈妈，妈妈，无烧水了。应该是无的，我去换。你头拄仔哪无较早甲我讲？
我拄则一个才有甲你话。哦，歹势啦，无要紧啊。歹势。无，你去灶骹甲妈妈倒开烧水看卖。有啊。好，安尼会乖啊。啊，毋着关于找校长。是的。好啦，关于找校长啊，你规身躯澹滴滴吼，看感冒。拄仔阿林有讲着一寡较细节的分享，但我想大家甲我同款心内有一寡惊讶，同款我想要请教李太太，你是安怎愿意来分享你的感受？应该是讲，你哪有即个勇气？应该是讲，阮囝比我搁较有勇气啦。其实我心内底嘛是足惊的，因为我惊讲，我来遮若是讲毋着啥物话，也是做毋着啥物代志，会去害着阮翁，也是其他厝内底的人。啊，毋过想过了后，我还是决定要来遮，甲我的故事讲互大家听。互大家了解，讲咱的生活当中还佫有遮个风险。歹势，请教一下，什么款的风险是互掠去的风险吗？自代志发生到即马，毋管是我，还是社会大众，其实咱拢毋知影代志发生真正的原因是啥物。我只是无希望讲，同款的代志佫会发生在别人的身上。我嘛知影讲。阮翁毋是唯一的个案，咱毋管是踮咧报纸啦，还是新闻顶悬，拢会咧看到同款代志一直咧发生。所以，我希望大家会用了解讲，即个世间上每一个人对法律也是自由的定义拢无共款，咱一定要了解，才用个保护家己。
好，咱嘛知影讲，经据判决，期讲服刑已经超过一半。如果伊若转来，你有啥物话想要甲伊讲？啊，那你咧？你会甲爸爸讲啥物？